意义，请咱讲经来听。你哋兄弟平安，真欢喜伫这个时阵会当甲咱双人教会众兄弟伫遮敬拜上帝。当今日早起，我是受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派来到伫咱中间，今仔日是学生主日，愿咱来关心大专学生所做宣扬教育的事工。当伫这个时阵，我要用咱真熟的一段圣经节，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60到第83角来思想一个题目：见证的3种含义。福音宣扬是咧讲一项代志，耶稣基督的国啊，互整个人类、整个历史拢得到圆满。这项代志强化到一个地步，互人感觉讲非常非常的要紧。对伫安尼突破文化的脱界，跋山过岭，经过大风大影，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天边海角，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亲像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所记讲，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但今仔日我重点要下伫见证这个概念，咱来三角思考这个关键词：见证是什么意思？也是讲干净是什么意思？特别若讲到干净，我想即摆可能90%以上的人毋知影干净是什么啦吼。咱毋捌用这个词，但大部分拢用见证。我小可先做一个说明吼，因为我原来是台语老师吼，我家己有去查，我才知影讲干净原来是闽南话，迄毋是台语啦吼。迄是伫闽南的时，伫清朝的时，假使讲管老爷、管府要调查这项代志，知影某一个人知影这项代志是失，要甲调来，时，这个人安尼讲，这项代志是失。我欢喜为这样代志做干净，迄个实在程度强化到一个程度，就是管老爷要叫我去做证，我嘛欢喜，安尼叫做干净。所以见证的头一个意思是伊的固定意义，是这项代志是实的，是真实，是我所经验，是袂骗一的，这是见证的头一个意思。我举几个例来讲，见证是真实的这个含义。嘉义教会，我咧讲嘉义教会是嘉义东门教会啦。古早嘉义感情礼拜堂是嘉义东门教会啦，吼。嘉义教会上早出一个兄弟叫做陈建兄，陈建兄有一个囝叫做陈友成。台湾史的人可能知影陈友成吼，伊捌去甲东部宣教过。捌去咧牧师有一摆出去野外报道，就甲这个陈友成带去这个请伊做见证。陈友成我查伊的资料，是1880年12月16受洗，洗礼时14岁，是信仰个别入教会。毋是坚信礼入教会，伫迄摆野外见证中间，陈友成就伫众人的头前安尼讲吼，恁敢知？我伫信主以前吼，我行为是偌歹，我信主了后，我才对罪恶中得到讨放，变做今仔日的款式安尼。见证会煞，把迄个牧师讲友成来者，
我替你洗礼时，你是一个未出社会少年人，14岁尔。洗礼后，你家生活嘛规规矩矩，我拢有看啊。哪有亲像你头拄仔所见证安尼？讲陈有成安尼甲巴克的牧师讲，世俗人传道理，都爱用变的啦。安尼才会当互人明白，福音带互人的改变是偌尼大。巴克的牧师安尼甲陈有成讲，以后做见证，袂使编假的故事。来对兄弟。伫这个实在伫台湾事发生的例，我要请问大家：是陈有成对见证的了解对，还是巴克的对？啥物人对？巴克的对。当咱咧讲见证的时，是咧讲见证的古早含义、干净的头一个意思。这项事是真的，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管老爷遐作证，我嘛甘愿。这样代志是我亲身的经验的，我无加一分，无减一分。见证者是阮干证者所讲的代志，是伊亲身经验的代志，伊确实清楚，对头到尾，伊会当作证，这是见证的意思。我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迷信者头前，做真实咱伫上帝面前，伫耶稣基督的面前，咱生命得到改变真实的故事。因带人来信主。我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嘛足深刻的。西里教会嘛是家己中会啦吼，有一个真早期的基督徒叫做廖丹明镜，伊是陈有成的小妹啦吼。廖丹明镜嫁一个足出名，后来咱即马讲叫做镇长啦吼，日本时代叫做家长。廖成培廖丹明镜吼，捌为着骗病吼，去食薰。有人甲讲吼，生骗药吼，咱即摆袂晓讲。有个人讲骗药讲一种过敏的骗病啦吼，骗药讲迄食薰讲会好。我后来有听人讲吼，讲咱民间真正有人安尼传，讲迄骗药过敏吼，讲食薰会好安尼，爱真正去食薰。后来有人甲讲吼。做长老食薰吼，真无见证，你都要改掉。伊真正改掉，靠信仰将薰改掉。伊食75年的槟榔，我嘛唔知影吼，这人哪会食槟榔吼？我去查伊的资料，伊是中英女中第一届毕业的咧。安尼换一句话讲，伊伫中英女中是嘛咧剥槟榔咧？伊这个人食75年的槟榔，到81岁时改掉，嘛是人甲讲，你做长老剥槟榔，实在真无见证，你着改掉。我甲大家讲这样事，廖丹明镜做一项见证，伊安尼山转去算盘叠叠的。我一礼拜中间，我减食偌济薰，偌济钱现金算出来，我减剥偌济槟榔现金算出来。遐个钱礼拜日摕去奉献，献互上帝，这是我的见证。信仰帮助我，互这个歹习惯改掉，这是事实，是我亲身所经验的。我无假讲，我无减讲。这个人伫82岁时，目睭用要清明，伊去找吴其福医生、吴其福长老。做目睭的手术，咱中间还会记得吴其福的人请举手，举手的人应该年纪拢袂小啦。伊82岁时去请吴其福长老甲做目睭手术，伊安尼甲吴其福长老讲吴长老，你做你勇敢开，就是剩5分的目睭嘛好。我若剩5分的目睭，我也会当读圣经，互别人听。我若还阁剩5分的目睭，我就准备要来见主啊！这个长老足好个，你毋知这个人是甚么人？可能我讲到这，已经有人知伊是甚么人啊？
这张罗非常好业，有人讲伊是金鸡母啦。但是好业虽然好业真轻俭，伊讲一斗米若无轻俭就无一石米。伊虽然不有，伊对西里买地买到屏东，几啊百家的土地，总是伫个岛仔顶，若有肉就无鱼，有鱼就无肉，这是因食饭固定的习惯，袂使两项拢有。总是伫教会奉献，伫嘉义教会，伫西里教会，甘心乐意，为着信仰，为着教会拍拼奉献。后来伊过身的时，嘉义中会为着伊慷慨为嘉义中会奉献，甲中会葬。我知影有人反对中会葬，中会葬，这另外一回事。就是伫嘉义中会甲中会葬，会当通知影讲，嘉义中会足少年这个人。慷慨为教会这种的作为，讲到这，什么人是廖丹明囝？因囝叫做廖文业啦，廖文业老母啦，伫咱遮较少年辈的人可能唔知影吼，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头一个讲台独的人就是廖文业啦。你人知影伫迄个时阵，白色恐怖时讲台独主张台独，搁伫日本搁做国旗，伊家己做总统迄是不得了的代志迄规个财产查封啦伫迄个时阵，家庭拄到遐尼大灾难，经过迄个灾难，这个家族是靠廖丹明囝不时祈祷为囝儿祈祷，经过迄段苦难的时期。廖丹明囝做真好真好的见证，我最爱讲伊这段故事。步兵人改掉，遐钱献予上帝，这是我实施经验的。食薰我改掉，迄我实施经验的，将遐钱献予上帝。所以见证还是干净，第一个意思是匠书是真实，匠书是真实。见证的第二项意思是。我欢喜将我所见证的话用行为表现出来，互人知。我唔是单单用嘴讲，我嘛欢喜用行为做出来。我要讲，伫我身躯顶我所经验到的三个见证。咱中间有人知影，伫2002年，我有去治疗的时间。咱中间应该有医生知影讲，若时间去治疗我要讲虚累咧，迄三字无法度形容啦。迄实在真有够艰苦。我做时间的标准治疗一期做6个月，用这个低效的先去治疗，6个月若治疗无好。搁住6个月第2期，住长效的，用安尼咧治疗。我的医生对我说这上帝萝卜搁较谨慎来，所以6个月我甲你加1个月，7个月较保险。所以我住2期，住14个月。迄住到我厝人我摕迄个。家用垃圾处理的本数我无力通摕起来。迄住到我看日头的时哪亲是坐伫计程车内，人搭张搭一个有色的纸，看出日头敢若有色。到几啊年后，我常常有一天看见日头，敢若原来的色，我才知影讲，我身体渐渐咧好起来。身体艰苦到一个程度，我头壳讲，咱讲暗头当心来祈祷，我头一暗，一个人讲要知咧。迄款的艰苦，我实在是无法度描写安尼几啊年中间骹规个拢冷，到几年前迄个骹，有一天忽然间骹感觉烧起来，我感谢上帝，我骹感觉有烧。恁骹无感觉讲安尼6、7年拢冷安尼冰冷。30几度时，脚还阁冰冷，你拢无法度体会迄种的感觉。伫迄种的情形下面，我经验着3个见证，分享互大家听。
我伫石牌教会，若无出去讲道，拢等于石牌教会礼拜。石牌教会有一个登山队，大家烧烧讲来爬山健康，搁欣赏上帝所创造大自然。阮牧师娘有那是登山队的一个啦吼。因有当时会当赛车来载阮牧师娘。载阮牧师娘是有人在问啦，张牧师咧，伫厝内咧休困啊，是咧啊。有人就讲吼，伊若就伫厝内，身体就哪歹，甲叫出来，来爬山，身体渐渐会恢复。安尼一摆爬200爬，有影有渐渐感觉加较好。总是我毋知影发生一项代志。咱中间有医生吼，就知影讲，你若去做时间做干扰术吼，红血球甲白血球拢降低。若爬悬崖的时吼，迄个红血球若升过低吼，人会昏去。我毋知这样代志。登山员嘛毋知这样代志。我一摆平地行，再看一个悬崖，大家怎爬迄个悬崖去哩？我嘛对人爬迄悬崖去哩。行到一半时吼，后来照因描写，讲我怎安尼说，说你后壁听你惊咧。这边关山，这边深坑。我后壁一个60几岁执事，就较紧用双脚甲我夹掉咧。迄执事吼，甲我讲张牧师啊，你较拜托咧哈。我大腿相平吼，乌青2礼拜。我讲好佳哉，感谢你。若无我即马真早就转去阳光灿烂的所在吼，我无时间伫遮搁甲大家做见证。我要讲这样见证，这个登山队后来若张德林牧师甲因参加登山，一律行平路，甲欢喜的人同欢喜，甲忧伤的人同忧伤，甲单会当行平路的人，三甲行平路。这队人中间爬几公千公尺的悬山高手一大堆。总是等于登山中间，知影有一个人袂当爬行，因欢喜，咱做伙行平路。因为这毋是爬山尔的，这是信仰，这是见证。我伫圣经我安尼读，我伫行为中间我嘛欢喜用行为做出来。第二个伫我破病中间，我所经验的见证是，我接到足侪电话会来甲我安慰，替我祈祷。我一摆接到一通对美国敲来电话，毋是长老教会，毋过牧师是台南新人毕业的，牧师敲电话来，这个牧师安尼甲我讲，张牧师，我相信吼，会真侪人敲电话互你，你逐摆吼拢爱对头到尾讲一摆互伊听，讲你迄个本事吼，这样啰嗦吼，摕拢袂起来。拢总爱阁讲一遍吼，有真侪人去看你，这加减减嘛是造成你的负担。这个牧师伫电话中安尼甲我讲，阮遮有一个长老，伊有一间厝无咧用，你会当考虑看卖无？来美国，伊迄间厝要互你住，3顿要为你款。你的工厂嘛拢毋免早来，无需要你工作，无需要你早经，拢总毋免款来。阮但希望你到这个所在安静休困到好，才转去台湾。我一世人所经验到好的撒玛利亚人，我真正伫迄个电话中间，把使用要流出来。哪有这款的人？听到一个兄弟、一个牧师伫台湾拄到这款的事，替伊关心到这款的程度，讲来这个所在，互你休困到好，你才转去。我要甲大家讲，这个长老什么人到这阵我也毋知。我拄到第三个见证，迄个艰苦是艰苦一段足长的时间，差不多3、4年有小可较好，我会加医科医生，原来是长老啦吼，
甲我建议，金牧师50外啦，捏雨伞去考考咧啦，实际咧身体都较好啊吼，啊你规年拢休困，也无假期，也无工作，也拢差不多停起来吼，去病院吼，去手术考去考咧啦，啊我去住伫马街病院，啊派一个热茶啊出这样代志，我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啦，迄查某囡仔读经理，我住天母。啊，经理是上南边，我是住伫上北边。啊，我甲我迄查某囝讲吼，第一，我就建议讲，伊去住宿舍，啊，甲人吼安尼直接吼，啊嘛较知影讲会伫外口生活吼，啊人习惯无共，啊要安怎适应吼。我问伊安尼提早信息，我就讲啊去住宿舍。哎呀，我买吼，妈妈煮的饭都好食哦，啊听着，哦，我甲爸爸讲话足趣味的。哦，我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吼，规个尾拢翘起来安尼吼。哦，好，大家好啦，各位好啦，好你转来啦吼。啊去安尼，我就甲再去营总吼，啊6点就起来，啊6点半就去营总，啊他7点半到迄落，啊点半钟哭去到经理，转来点半钟去哭倒转来，刚刚伫车顶哭3点钟，各位也无要紧，高2也无要紧，到高3我讲绝对袂使。你伫干车顶就了3点钟，你是免考大学联考。我说你一定爱去甲人抽，高中啊是去抽无？啊，我人住伫马街病院，我无顺样一个人走去经理去找看有人要厝的税，有厝的税无？我无顺样有一个特色，东西南北分袂清。迄西照日吼是对用照来，伊毋知，转来甲我报告讲我找无。啊！我人现伫病院，佫派一个热茶啊！你是要叫我安怎去做？啊！包括只有一项，我伫马街用电话，迄附近的教会拢总敲电话，有会友空一间房间，阮查某囝暗时会当去遐休困无？啊！伊差不多住到拜4暝，拜5就倒转来啊，拢总无。到无度，我最后想到一步。我是中央大学团契辅导，啊，阮一个青年囡仔，啊，伊拢差不多拜5、拜6才转去经理，啊，拜1到拜4暝拢无带出去，啊，我敲电话互因老母，我甲因老母真熟，我就讲报名姐，你互我拜托者，我已经无路啊啦，我人也无度吼走去经理啊，恁囝迄间房间，互阮囝。互阮查某囝对拜住到拜4好无？啊，伊拜5上好了就转来。这个姊妹安尼甲我讲，丁牧师，我答应你，你毋免烦恼，但是我想到一项更较好啊。阮教会有一个长老吼，伫这附近有一间别庄。平时拢无咧住，伊敢拜6礼拜才转来经理教会礼拜。我替你敲一通电话，甲问看，敢会使招你一下？迄下早去敲电话，迄暝，迄个张老师敲电话，互阮牧师娘，请紧来，物件拢搬来，阮欢喜将这个所在，互恁查某囝住。阮查某囝高3住1年别庄。就是遐这，我真正伫做基督徒的生活过程中间，我看见一人毋单单听道理，因嘛行道理；毋单单读圣经，因嘛欢喜将因所理解的道理，因所理解的物件，实在伫行为中间做见证。见证头一项，迄是真实的。见证第2项，咱爱用行为做出来；见证第3项，有人讲，见证迄字甲马土斯，迄是顺道者，迄希腊文，同字根，同字根。所以有一寡是人家讲，检采见证这字，咧有一个含义，是咧讲见证嘛是一项危险的事。
你有当时要去一个所在做见证，马街要去艋舺做见证，迄是危险的事。有人摕石头咧挺候你，有人是甘为人用放火要甲你烧，见证嘛是一项危险的事。就是我就用马街做咧。咱知影马街是1872年3月初9上淡水，我会记你查资料，9月26半年后，马街甲伊头一个学生叫做严清华去家人传道理。我毋知伊的路是安怎行，伊坐船到艋舺，伫到艋舺是讲有人甲伊牵石头，我想人牵马街石头，有人牵了偏去，嘛去牵着严清华啦，无牵甲较准啦，嘛是去牵着伊啦。人配喙拿手嘛去喷着严清华啦。然后对这个艋舺到上山，对上山到石子，对石子讲搬过山到家人，我毋知这条路是对条路。我做学生工作到今日，我一直拢感觉讲我一项代志无做，我应该带这学生囡仔行这款路，这款路伫我心目中是圣路，是分别最圣的路，是家人要得到主唯一的路。马街带严清华带伊去，到半路佫拄到强盗，足奇怪。拄到强盗，马街用台语甲讲：我牧师，我无钱，讲遐强盗家己退掉。我读到这嘛感觉奇怪，遐人哪遐奇怪？讲我读到伊牧师，伊无钱，因就自动就退掉，这是真正。然后到山顶讲有风有雨，已经到半暝，火把也花，路拢看袂到。有时就摔落迄个田里，有时就摔落这边，有时摔迄边，嘛毋敢倒转去淡水。头前到家人到底爱个偌远嘛毋知。讲一个加拿大宣教师，一个严清华，一个大行李的，半暝用摸到家人。到家人一2日后，找一间庙，伫庙前吟一2首的诗。群众对迄种基督教骂做番仔教，足受气。有人捌严清华，手着石头先摕好。马街先简单讲道了，伊甲严清华讲：阿华，你做见证。讲到这，我先插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吼。严清华这是头一摆做见证。我查严清华头一摆祈祷的故事足趣味的。有一摆马街甲严清华伫一间厝做个祈祷，祈祷毋是像咱这这外桥平平，较早迄种土安尼立袂铺起拢是安尼无平马街甲严清华一个人一个椅头跪伫土里，手下到迄个椅头顶头安尼祈祷。马街祈祷煞，为着要训练严清华讲：阿华，换你祈祷。我头一摆祈祷毋知要安怎祈祷，足紧张的，就主啊，手一直拽安尼安尼祈祷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敢知影？哪拽伊哪叮当？祈祷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有阿玲目睭一金讲，迄个伊走半间厝。不过迄时间祈祷呢，时间马街甲严清华2个人呢，即阵是伊的老师马街甲讲：阿华，换你做见证呢。下恁一群人是石头摕咧准备要牵呢，见证是一项危险的事呢。伫迄个时阵，我甲抄落来这严清华伫北台湾伫家人做的头一篇见证。马街伫边用苏格兰古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好胆干净道理，用迄首诗鼓励严清华。严清华伫遐安尼讲：我是基督徒，我信真我上帝，我袂当拜鸟鼠都会当破坏偶像，
我心底即阵无惊吓，我爱耶稣，伊是我的救主，嘛是我的朋友。我搁读一摆，这是北台湾头一篇见证书，是伫证人摕石头啊，伫危险的中间所做的见证。我是基督徒，我信真我上帝，我袂当拜鸟鼠，都会当破坏偶像。我心底即阵无惊吓，我爱耶稣，伊是我的救主，嘛是我的朋友。我感谢上帝。我世界传道理的时，我常常咧讲一个台湾史的时，遐人物的后代拢常常伫迄间教会，有人来讲啊，你头仔讲迄个，阮阿公的阿祖啦。我相信严清华的后代因严家后代有人伫咱石牌，伫咱双连教会。严清华的小名叫做严玉娘，严玉娘嫁互五股坑的陈芬珍。陈芬珍甲严玉娘生一个查某囝，有几个查甫人生一个查某囝叫做陈芳蜜。陈芳蜜嫁赵安心。我相信已经就牵甲到咱双连教会姓赵的兄弟姊妹。我一摆去建成教会，严清华有一个小弟叫做严忠。我讲迄个严忠，这个帮忙这个马街做中西字典。我讲了落来讲一个老姊妹80外岁要90岁，甲我讲，严忠就是我阿公啊。我唔知影第哪第个差不多要成大岁啊！我感谢上帝，伫这人身躯顶，我发现讲，因要伫咱中间有缘坚持，上帝最咱代代帮衬。我咧吟这诗时，我拢常常想到，这人要伫咱中间真做教会的调教，帮衬教会要有缘做见证。见证是什么？我所讲的代志是这个事。我欢喜用我的行为来做见证，就是伫危险的中间，我嘛欢喜将我的见证讲出来，讲愿上帝帮助咱，无论伫什么时阵做这种的见证。伫学生主日，我想我报告先煞伫这个时阵先来讲。伫这个报告的中间，我想我嘛无要讲伤济学生主日的代志。我想恁大学第一项应该拢知，我要讨钱所以我唔免讲。我补充一下4月学生主日，即摆已经9月，学生中心到即阵，所有总算的，还阁欠15%。做预算要欠15%，请大家关心。不过我要做一个见证我常常想讲，教会若无为着宣教教会存在唔知要做什么路用咱伫青年的宣教中间，咱唔知做偌济。我要讲一个青年宣教的故事大家听。我这嘛是一个见证。有一个兄弟，一个长老。一个外科医生，中基的主任叫做罗俊泰，伊太太叫做张丽珊，台中营总的药剂师。俊泰兄甲丽珊这两个人结婚，就去住到中部，住伫东营教会附近。东营教会住咧开拓，伊嘛参与开拓。东海的中情团体伫东营礼拜，伊嘛做因的辅导到今仔日30几年。这中间，俊泰长老阁去高医读博士班，读博士班的时，东营要建堂，有一个青年，东海的笔客，伊写俊泰的书，我将这个文章甲我的描写，甲南做伙啦，这个 squad， 这个写人伊用英文，伊笔名都是 squad 安尼讲每礼拜早起时，卢哥，因这学生工作拢叫哥哥啦卢哥总是开车去载小朋友来主日学，
爱餐了后，嘛看伊手挽起来，替大家洗碗。当时卢哥甲张杰常常帮忙到各教会清安现场为建堂募款。看安尼讲，卢哥张杰对出外囡仔总是开放因的家庭，互小家小组使用，毋单单提供因腹肚的需要，嘛互因心灵甲信仰的照顾。对阮这中青的青年，这学生囡仔，伊嘛互阮真好亲近。回想起过去的种种，我真好理解这样事。是甚么款的气力，互这个性格真严肃、自律的卢哥，投入这个永远年轻的青年工作，一届一届有新生入来，有旧生毕业。面对这个哪来哪新世代的少年人，无论是信仰形态、生活态度、语言表达、价值观念，哪来哪甲早期学生。甚至是伊家己做学生的时代，已经有真大的差别的时，伊要欢喜调整伊家己去适应学生的文化，为着要听捌因的语言。2005年，顺太长老着淋巴癌，好人拄着歹代志，伊家己描写讲，互降龙巴掌拍着，半年外化疗。闭关休困，伊的心情怎样？我认真做工，拍拼侍奉上帝，结果我得癌。看安尼讲，我迄阵去看伊，甲讨一张伊的朴素的相片，伊后壁写一撮字，我就已经知影伊的心情。讲伫个朴素上后壁写一撮字，无一项事比得到上帝的恶乐更加要紧，无一项事比得到上帝的恶乐更加要紧。我安尼讲，我写这篇文章，我就描写伊对患者着东海中青团体的付出。我代表受过伊照顾每一个学生，对卢哥哥讲：父亲节快乐！因为顺太兄甲李三姐两个人无囝，因这学生囡仔虽然喙叫伊卢哥，毋过看伊做爸爸，所以伫教会公布迄天拄好父亲节，伊写父亲节快乐。我常常想一项代志，咱的宣教分足侪赞处，少年宣教。一般人的宣教，青年的宣教，囡仔主日学的宣教，青年当因人物真爱人物真理的时阵，咱会当带这大囡仔入教会，迄是宣教一个足好的时机。有一项上好的办法，我毋知影学生工作，这项咱拢做袂出来。一间学校边，若有一个像俊泰，还是两个像俊泰的家族，对待青年亲像安尼。我敢保证，咱的教会大复兴，咱的青年团体大复兴，台北学生团体真认真咧做，嘛成绩真好，伫圣经新南研究班不时咧进步，认真咧做这个工。我想咱需要为因祈祷。当因欠亏时，我特别恳求大家，当欠15%预算的时，请咱毋单单用金钱。来效力这个事工，我毋知讲咱中间有人讲台东工行的就是这附近，我来做第二个罗俊台好无？愿上帝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众人中间，你经常阮正是你的囝儿，这是伫世间上大无比的福分。阮伫今仔日搁一摆对你的话明白。阮需要伫正天边海角做主你的见证，讲真实的话，有好的行为，无论伫偌大苦难中间，阮欢喜将耶稣救主这样事宣扬出去。特别伫青年、伫学生中间的宣教，主恳求你帮助阮伫这样事有份。台北学生中心因为欠缺，也帮助阮，甲艰苦的人担艰苦。也帮助遐需要的人，
阮担心伫你面前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